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2月23。提摩太后书4章9节到15节。就尽所话，赶紧来我这，因为地马贪爱现世，已经离开我，去帖撒罗尼迦。基律书嘛已经去加勒太，提多去达马太，就罗加甲我做伙伫遮。你就带马可做伙来，因为伊对我的事奉真有帮助。我已经派推基古去以弗所，我伫特罗亚留伫加布因兜迄领衫，你来时就带来，嘛就带遐个册来，特别是遐个羊皮的册卷。拍档师傅亚历山大甲我害甲真惨，主会照伊的所做甲伊报应。你家己嘛着提防，因为伊真力反对阮所传的信息。保罗对提摩太伫遮提醒，到伫信仰顶头，无受遮个贪爱世间，离开伫主，也是伫迄个所在来受影响，无行伫上帝的道路的人。保罗毋望提摩太会通伫遐甲伊做伙同工，也带过去无甲伊同工，后来会通伫遐做好的同工的马可通做伙去。保罗伫伊传福音过程，也受到真侪迫害，总是伊讲主会照因所迫害来报应因，所以特别提醒提摩太，要提防遮个人，因为遮个人极力咧反对所传的信仰道理。求主帮助，也互咱会通明白甲提防，什么人是贪爱世界、远离真道，也反对真理的人，互咱的心会通坚固徛在愿主时刻甲你相甲伫底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